美国的电商平台 Amazon 28宣布讲要裁掉全球16000个员工，这是3个月来第2件的大裁员，打算是要用 AI 来取代这劳工。另外，也因为 Amazon 的这个货运量减少，美国的快递公司UPS 27也宣布讲要裁掉3万个职缺。Amazon 去年10月底辞掉14000个员工了后，28搁再宣布大裁员，这届是要辞掉全世界16000个员工。 包括主管级、行政、人资等等，因为公司已经打算要用人工智慧取代员工，也减少疫情期间所加请的亏。Amazon 人资科技资深副总裁葛雷提表示，公司打算要减少管理级，提升基层自主文化。因为疫情期间有数百万人伫厝上班，网络消费大增加 ，Amazon 的员工人数加倍，即马疫情过啊，就应该要恢复到原本的水准。 媒体报道，伫咧3个月内 ，Amazon 的2届裁员，拢总裁掉3万个员工，将近全公司办公人员的10%。另外，公司也有150万个负责配送、佮仓库的员工，是拢未去影响到。这届裁员也是自 Amazon 2023年裁掉27000个员工了后，才上济一届。另外，美国快送的大公司优比数为着加速转型，也宣布今年要裁掉3万个员工，上无要关掉24个营业据点。 这届裁员是自去年2005年4月启动业务重组转型计划一部分，公司为着要降低成本、并管利润，去年因就先裁掉48000个员工，关掉93个营业据点。有秘书准备要甲公司的业务对 Amazon 的包裹快送改做是利润较悬的货运业务。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。